最後呢個波就俾佢搏到啊！咁樣 set 埋嚟，10號嘅拉基賀新嘅入波啊，慘啊！呢個波咧 set 埋嚟嘅時間亦都夠快啊！佢起碼出腳。好啦，1-1重新嚟過啦嚇，拉基賀新入球，作戰嘅孟加拉追成1-1平手先。咁孟加拉就非常之興奮啦嚇！11個打10個之下，亦都把握到一次機會。其實拉基賀新黃金餐市又唔係太多。再睇多次啊！長傳轉向啦，空曬個波 set 埋嚟，配合到啊！佢係飆得好快，真㗎拉基賀新。咁啊，先係法希馬左擺右擺，擺脱咗艾華頓，鬆長傳呢邊伊斯林 set 到埋嚟，然之後插埋去，搶快一步先啊！拉基賀新。呢個波都夠快嘅嚇 set 埋嚟。咁啊變咗咧就配合到。咁始終人數上面有優勢咧，咁啲孟加拉都希望善用翻個球場闊度啦，希望嗰啲嘅攻勢帶嚟多啲立體感。頭先就一個長波送埋總路線右手邊，再做個二傳，就變咗中間可以攝到個位啦。咁啊變咗中間嗰個球員係即係翻腳咧，未必係咁快啊！好，呢邊就換人，我哋香港隊。好，咁啊王威加埋艾華，快馬艾華，同埋用波能力比較強嘅王威。咁啊，抽起艾華頓喎，應該就早年路都抽起埋啦。早年路同埋艾華頓退下火線啦，因為而家時間就剩翻少少嘅啫，換翻兩個體力充沛嘅球入場，睇你有冇機會1分變3分啊嚇，仲有時間嘅。咁啊，最大嘅蝕底之處啦，就而家我哋始終係10人應戰啊嚇。咁王威其實喺上一屆嘅亞洲盃外圍賽賽事都曾經入過波啊，2-1擊敗阿富汗嘅時候啦，就係阿威呢一個嘅遠射得手。然之後阿華方面啦，咁啊上次啟德對住印度咧就先打左翼，咁去到尾段試過客串打右閘添嘅。咁話說打右閘呢一個嘅安排方面咧，訓練期間都曾經真係有練過，就唔係突然間出現嘅嚇。咁你睇下阿華啦，都係挨翻去右手邊嘅位置，後面有個熱錢行響到。好啦，咁啊呢邊孟加拉交出波先喎，加球屬於主場之利嘅港隊。得翻幾分鐘定啲啊！始終都係會打少一個之後，或者會亂一亂嘅。咁啊，同埋咧，佢對方咧就好似捉到你打少一個咧，就係輸嗰個嘅第二傳啊埋嚟。咁啊，呢個時間就換入咗啲比較進攻會好啲嘅球員入嚟落翻過嚟呢邊，雖然就歐明佳想飆埋去個波解圍先。呢邊嘅托普。